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倒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总经理，我一定不是麒麟的总经理啊！总经理，我当初要改变主意啊，其实阮大家也知影，只要有愿意，就听我转来做吧。多谢恁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今仔来是要来找一个临时工来做。总经理，爱讲笑啊啦！我毋是甲恁讲笑，我需要找一个头路。总经理啊，那以你的条件，要伫市内找一个比临时工较好的头路嘛是有啊。是啊。我若要找头路，咱得为台北拼来甲家己。我要住伫这个所在。哈？你要住伫这个所在哦？无毋对，伊万必满也会当答应我。啊，毋知你这个月要送我偌济吼？哎呦，你真是啊，你嘛莫三八啦！啊，到我这个所在哦，啊，拢是咧囤一寡迄个水果啦，啊，鸡丝头啊，有诶无诶啦，这是仓库呢，要太倒会大诶啦。会用的啦，当然是会用的。唉，我感觉这真好呢，而且你若是有啥物工课欠骹手，你随时会使找我，工钱吼，凊彩你算就使。爸，爸呀你啦，哪咧后白抓？是咧头疼的，你懂？我知啦，我甲你讲几若遍啊，爬社会人啊，你不该吓惊着啦。阿宝，歹势啦，我未调工的啦。你吃要创啥？阿宝，啊，咱这地下在买钱吼，你钱一寡互我好。你想要去帮助阿芬啊？我煞唔知。哎呦，唔是啦，阿宝，啊，找我动，是什么代志啦？进来来好啦，啦，这先客落来啦。好啦，什么代志啦？阿爸，嗯，你拄则讲迄吼，你要无得。吼，我唔是要帮忙阿芬啦，我是要帮忙遐囡仔啦。但你要帮忙啥物人吼？迄我不管啦。其实哦，你一定会帮忙阿芬啊，这好代志啊。啊是讲吼，咱即摆来要去竞选乡长呢，爱开真侪钱呢，无欠寡无闲的啊。对啦，啊你即摆甲小冠安啊？老安咯，爱甲陈正雄。你甲陈正雄安怎？你袂紧讲？是啦，我即摆是讲哦，小啦甲陈正雄才熟，无当着哦，小啦对陈正雄有意思啊。吼，啊你受够无路用呢？哈？人迄小冠遐尼贤惠，哪有可能去爱着正雄？就是讲爱着哦，你马甲抢倒转来。啊若安尼吼，你免啊替阿爸吼去将迄个乡长报纸甲他抢倒转来。哦，阿爸，这是两回事啦。什么两回事？你若真是叫小冠啊吼，互伊嫁对大人家去吼，安尼就无使阿爸甲你号名叫做国代啦。阿宝，
阿爸，我斗相共。免，你即讲的吼，阿爸太了解你啦。你若要甲我斗相共吼，拢有目的的啦。过去我有你关心者啦，即款重的物件，老实咧家己负就好啦。阿宝，啥物代志啦？你别去记啦，钱啊！钱哦，吼，你敢想钱尔？钱啊无问题啦，只要你会当甲小婉啊结婚哦，啊，佮做着后家的乡长哦，要偌济钱阿爸拢互你啦。阿宝，我三宝你我打好起来啦。我昨仔是做完转来，我连衫都爱袂换咧，我困者啦。哇，转来哦，困到即摆时间哪有到啊？起来啦！爸，你真正毋起来，我喊3声，若毋起来要来拖水哦。1、2、3。我起来啦。哎呦，爸，免我斗我爸，代志办了安怎？我做代志吼，你放心啦。放心来，钱起来啊！还袂摕着啦。也袂摕着，恁别甲你打落咧。啊，莫安尼冲动啦！但伊毋是时常你讲哦，讲做代志都爱当头家，莫安尼冲动。我虽然即阵吼去台北无摕到钱啦，也毋过我甲保证，足紧的都会摕到钱啊。有个好消息来，恁平安听听听。我即阵去台北吼，你家庭对我足好的。马玲，马玲是啥？吉林公司迄个于副总的啊。伊吼请我去大饭店食饭，啊，阮两个吼面对面，迄个气氛吼是偌有情调咧，你都毋知影哦。高生啦，你免当我面盲啦，你当作有种来爱着你哦。爸，你若对家己学生遐无信心啦。就是恁爸太了解你的。好啦，那你安尼俗个人要安怎？小婉，囥到边仔凉啊。我甲你讲，你想看觅，迄个小婉吼，十个来讲啦，也无得甲一个家人比啊。代志若说是安尼哦，你若真正无爱互俗我啦吼，嘛袂用互俗我啦吼，叫国台啊，安知无？爸，那安尼吼，你放心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小婉啊！小婉，我咧招好一年，你来遐凶啊！你敢出去？出去！哎呦，我来找阮小妹敢袂有呢啊？阮小妹敢有伫咧哈？伊无伫咧，伊带囡仔出来倒，你出去！意思讲，啊，毋着这房间内面，干剩咱两个尔啊？你敢出去？你莫让我管哦！你让我管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！小婉，你莫紧张啦，我吼是要来甲你讲一件吼，你足想要知影的代志呢。我无想要听你讲任何代志啦。你都毋知影，迄个国大吼，伊死个你讲咱两个呢，迄讲到吼实在是，讲甲咱。我无相信。但你若毋相信，迄也无要紧啊。好，迄话是讲我足歹听，讲啥物吼，搁无偌久，啊你迄巴肚吼，都大起来呢。你点去？你敢出去哦？我无想要听你讲任何代志，你出去！你听我讲出来，小婉。哎呦，小婉，你安尼有要紧无？小婉，我小婉。我了解好，我阿辉，我甲你当做好朋友，一直认为拢是咧领你，想要教你。无啦，阿伟，你听我讲，我听啊，你是不是咧看到你是阿伟？大姐啊！哎，小婉，你快，到遮个查囡仔拢真介意我，你知影对不对？我即嘛是袂哦，阮小妹等下互你啊讲，我来找人，我来找，啊。出去！我来找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尤总，这件代志吼免怪我啦。是啦，吼，
李天明行动吼，我是会注意吼。是啊是啊是啊，阮小妹吼拄好来啦，我马上就甲讲迄खु条面的代志吼。好好好好，再见吼。是咧于副总，实在有够烦的，一工敲800封电话啦，伊要查你甲李天明的代志。爸嘞，哦，出去应酬啦。阿芬啊，你看这件代志要安怎办呢？当我甲李天林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要毋过于副总拄好讲呢，讲迄李天明又来找你呢。哥，等伊要去找啥人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哥，你今仔找我来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嘛，都是为了这件代志嘛。你刚才खु条面这个人，伊讲是毋是讲要约你？以我所知影，खु条面会安尼做，迄是为着要互李天明对于副总的回心转意。于副总有效啊，伊要我甲你讲，是李天明佮खु条面安尼做的，伊想要破坏你甲李天明啦。我是惊讲吼，खु条面嘛安尼甲你讲，所以这。哥，这我知啦。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我甲李天林根本一点仔关系嘛无嘛。有机会你甲于副总讲，叫伊免烦恼啦。这我会啦，要毋过我感觉迄李天明实在真无辜咧。哥，假使若无啥物代志啊，我要来走啊。好啦。阿伯啊，入来坐。阿伯啊，我毋是甲你讲，毋好叫我总经理啊。歹势啦，你叫遐久吼，向阳要改也改袂顺遂咧。这顶安全帽互你。要互我？嘿，做工爱戴安全帽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已经替我找着临时工啊？是啊，来3公5万，咱来做工。来去。小辉，你开会去找恁结婚姐啊？我是想讲先来看阿姊，敢真正住伫个遮？当然是真正的啊，而且吼，即马找到工课，要去做工啊呢。那安尼，你真正要住遮住足久的吼？要住足久足久哦。哦，你真好啊！我要转去甲结婚姐讲。听较慢的啦。韩小姐吼，若知影你安尼吼，一定足感动的。结婚姐啊，结婚姐啊！小慧啊，你啥物代志？我遮尔欢喜。结婚姐啊，阿姊去做。小慧，哦，你慢慢讲，你是讲做啥子？就是迄个阿姊啊。哎呀，到底是倒一个啦？就是昨迄个啊。你是讲老师的男朋友哦？结婚姐啊，你是安怎无欢喜？无啊，我哪会无欢喜咧？结婚姐啊，咱来去看阿姊好无？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！各位小朋友，你拢卖吵好不？来，抓紧上课时间，给你写功课哈。好，快去把功课做好。紧紧紧紧。结婚姐啊，你无介意阿姊哦？小慧，你莫往白想好不？你若往白想，这个就你的对，知影无？好啦。你写功课。较紧的啦，行正紧啦，紧的啦。哎呀，拄好这个所在。阿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小慧啊，你满意啊？嘿，这规身躯骨头拢要散去。好怪啦！你步边也毋捌做着这种工课，当然嘛是安尼。你看，哎哟，这双手，哎哟，侥幸哦！你安尼做吼，到底是为着啥物啦？我是为着我家己啦。明仔载我要来甲结婚阿姊讲。真的啦，结婚姐啊，我无甲你骗啦，阿姊
一专身躯，疼到拢徛袂起来，像要做艰苦呢。小慧，我知影啦，不过小朋友拢伫咧遮，我是袂要去的。啊无，下暗来阮。好啊啦，小慧，你赶紧做功课，小人仔讲好无？嗯，紧去。好。阿水妹啊，你讲迄李天良去做国工是真实？我骗你要创啥？是讲这块米是真无简单啦。做一个总经理的人，去走咧做小工，这叫做啥呢？大丈夫两屈两伸啊！你一定要学一个啊！但我头壳无歹去，我甲伊学。啊，是去啥物所在做国工？都伫迄个游乐场的工地啊。哦。爸啊，啊？算啥？算啥？60，50到50。啊，好无惨。阿呆啊，阿呆，你要去倒？我要找李天良算账啦。对，讲到李天良这人吼，我甲你讲啊，你知影？你若唔相信，我找你。无啦，阿呆，妹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李天良过来啊啦，我要问看吼，伊到底什么意思啦？哎呀，你慢慢安尼。阿呆，去哪里啊？我就感觉看到阮阿兄是上气干呢，到底是？阿辉啊，我甲你讲啦吼，你阿兄吼要去找李天良相拍，你记得去通知阿芬，知影无？哈。哼，你的话哪会听？天都要落红雨啦！你是讲的什么话？你气死我是什么？我甲你讲啊，停！阿呆，阿辉啊，我看这个无妥当哦，你唔是爱走一次啦。我即摆来去。啊，再来。这少年是比啥物棒啊呢？阿芬，你出来，阿芬！妹啊，这款是啥代志？阮阿兄伊去游乐区的工地找你替恁相拍。阿芬，即摆个话你会使阻止伊尔，紧啊！他工地有遮尔济人，我去要做啥？哎呀，人济有啥物路用？因若真经拍起来，就有人可能会受伤嘞。阿芬，行啦，紧啦，行啦！阿呆，回头，掉，李天良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阿呆啊，莫叫甲遐好听啦！你什么意思你啊哈？你是啊无阿芬啊咧过好啊日子哈？无阿芬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莫遐假啊啦！你逐工要流胆才做工课，啊无啊，互伊过种平静的日子，对无？我只是选择我想要过的生活啊！你要天良，你甲你够可恶咧你呢哈？你为着你家己设想哈？我想哦，你也是快过来离开这个所在啦。你，无你受忝着啊无你啊哈？人是无爱插你呢，你唔通软土深棍咧欺负好人咧。你无啊，你即摆你讲啥？你讲伊好人哦，啥伊好人哦？啊啦，伊也好人，我讲听啦，世间无歹人啊啦。阿呆啊，你哪法度忍受伊安甲你交谈啊？你别那哟，哈？你，你是要创啥？你啥物事你啊哈？安怎？你无受过分呢？无你代志啊，什么？我无影，我跟你说你啦。无你代志是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别出声啥？你讲啊，卖管啦哈！什么呀？你要真的，你看，你也不怕咯？你也不怕咯？怕干嘛？怕！来，别羞怕了。你抓，来啊！怕，你怕了？你呀，那你是安怎啦？你们，是互相啦！天女，别乱，干嘛啦？
喂，尹雅玲。什么？天明受伤？哪安尼？恁来互伊加休困一下，若有啥物问题，就紧甲阮通知。我知啊，多谢你吼。你敢是还佫有别项代志，才互我来照顾就好啊。哦，安尼上好。陈小姐，我看下，阮就先转来工地啦。对啦对啦，啊无庄经理哦，再麻烦你照顾者，阮先转来。阿花啊，麻烦你对你阿小婉讲一声，讲我暂时留伫遮。啊，毋过我阿花啊，那你甲小婉这2天到底是安怎啦？有啥代志，你就讲我清楚啊。哼，这恁哥哥上清楚啊。我是想做啥物？你若无想要去哦，我来去啦。袂用诶，阮阿兄去就好啊。阿兄，你甲小王讲，政府要留喺病院照顾李天林，吼。是啦，等大班人来的时阵，我就马上倒转去。阿文啊，我毋是调工的，真正我毋是调工的啦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。